好啦，今仔日總統就職滿2週年，國防部嘛佇今仔日公布着解放軍的動態，講520進前，阿強總共出動着33架的軍機艦擾亂台灣。國防部嘛公布着軍下張現場監控的相片，會當清清楚楚看到阿強殲16個戰機。相片中監控的這架戰機是解放軍的殲16機號6505，總強機擾亂台灣，空軍靠 F16狙擊手葉倉甲中共殲16戰機頂條條。這架是中共人參戰編號105，這是海軍蘇澳軍艦在西南海峽嚴密監控。另外一張，海軍武昌軍艦頂懸的官兵使用吊鏡監控中共氙洲艦編號530。監視強機甲強艦的相片一公布，這個中共各以聯合戰備精神的理由擾亂台灣。在總統熱清頂520的就職週年，自昨早起6點到今仔日早起6點，都偵測到24架次的強機，車過中線都有13架次，另外還有6隻強艦甲3隻公務船。聯合戰備警巡之名騷擾我周邊海空域。共軍機艦的威脅挑釁行動，正是迫害區域和平穩定的唯一因素。是講美國總統川普去中國了後，所表示對台的軍售是甲中國談判的條件。這牽涉到140億美金的對台軍售敢未法庭。美國共和黨這個聯邦參議員克魯茲跳出來挺台灣，講美國無應該為了讓中國滿意，凍結對台灣的軍事支持。講未來100年來，中共會是美國在地緣政治上大威脅。另外，美國眾議院跨黨派組織也聲明，全力確保台灣兩早摕到防衛所需要的武裝，加各項必要的支援，支持台灣的民主體制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